呀，姨媽，你好攰啊！真係好攰啊！姨媽，阿姨丈左腿痛未好呢？照顧姨丈你睇拍盡支持，小姐返工憂心串連，難得有社區照顧券。哦，乜嘢係社區照顧券啊？好似醫療券咁，不過就每個月8次級嘅，俾長者每個月最高發10260蚊嘅，要嚟請專人士照顧你哋，你就分擔少部分費用，最低5% 就得啦。有專人士照顧你哋，小姐返工都安心啲啦。係啊，只需去就近長者中心攞張表填，話咁容易社工來探你，傾下講下做評估，社區照顧券居家安老人人樂意，社署咁好計劃為社區長者必須試。這是獨立申請，也可不作資產，審批就自付額好一點。一般社工快見你面。照顧人員萬里情捐一捐，選擇個終身社工會計劃個人護理需要點呢？健康為港。